那，你在创啥？哦，即阵就无代志啊，你嘛唔免困遮，甲我保护啊，我摕去楼顶啦。我来就好。免啦，我来就好啦。我来就。我来就好，我来啦。王爷，我来。哎呀，你好我。没事。我唔是调工甲你摸着，你莫生气好无？我无生气啦，我先倒来去房间呢，师傅好面哦。我是怎样啊？我的心中哪会噗噗呛哈？进前若是甲摸着，伊绝对举刀甲我。不是你就是我。奇怪，这个哪会破？佫叫我好面。郭姓啊，对不住，到什么时阵啊？我搁伫咧想感情的问题。男女真爱哦，我嘛是懵懵了了。国家、兵将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会好好打拼，赶紧甲王尊完成，好来倒去。请你一定要等我呢，爱等我呢，爱等我呢。你毋是讲我是你的神？你是毋是对咱这有意思哦？到啥师傅？那伫家己的房间，锁电都困无好，拜托，莫阁甲我看。安怎？你即马无代志啊，无所有人保护啊，所以我毋免烦恼你啊。好困啊哈！你是我的人，听我的，莫啰嗦。你是我的人，我袂让你出代志。阿雄对你有特别感觉。师傅，你在想啥？孙乱，你免阁想啊！你有听到无？啊，有听到无？我就看你哦，当时才要承认你对阿乱有感情，这样子哦。你今日去倒位做过啥物？我拢想要知影。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无好。你来坐你头壳，你想哪呀？我不识你哦，去打着大脚啦，好就听。我扶你来坐下。是你。慢慢来。哎呦！倒是啊。吃啦。师傅，你是卖看我的脚呢？虽然咱毋是我要讲你，你有够龟毛呢！你这要骹受伤，我袂晓帮哦。我甲你讲，即摆是现代，毋是你的时代。但是伤着骹筋，还是骨头要安怎？你若甲我当作是医生，我即摆敢会能帮啊？卡来。吃啦，出疼呢。我个看无严重，应该是乌青尔，无伤着骨头。你哪会知影？简单是乌青落掉啊。若伤着骨头，你就听甲袂讲话啊。来，先等我一下。小心那些，孕妇了，你会感觉较袂疼。我听人讲，古早的查某人拢会拔脚，
啥你无？哦，我细汉的时，我阿娘捌饲过，我就哭到要死要活，我阿爹就唔甘的，伊就讲哦，回去卖捌啦。甲因爸按赞。咱讲实在，3寸金莲实在互人感觉不可思议。一支脚遐大支，硬白硬拗，还佮遐细支，有够惨。古早时的查某人真正足辛苦。我看你这个脚的寸长哦，应该是3、4个查某囡仔的脚加起来拄好你一支脚。师傅，安怎？我的脚好啊啦，我家己来就好。哦。